来看中华县的大传国小哦，最近去波兰参加国际合唱比赛，因准备台语、客语、英文、参华语4条歌，要来呈现咱台湾多元的文化，嘛表现了真精彩哦，摕到比赛的上大奖。伫波兰的教堂内传出来自台湾的美妙歌声，这是中华大传国小的合唱团伫波兰当地18个比赛，摕到上冠军的金奖以及大会的最大金牛奖。目前合唱团搁伫国外，带队的教务主任嘛接受电话访问，来分享这个好消息。说第一个优先选择先唱英文，然后再来我们唱了知足国语，第3首我们唱了客家语。月光华华，应该共吧吧。然后最后一首我们唱台语的，是我们指挥老师易凯老师自己作曲，叫做《大正囡仔爱唱歌》。魏湘英主任表示，台湾是多元族群的国家，所以甲指挥老师林义凯讨论，希望互国外听到台湾的在地歌声。这边合唱团唱4种语言的歌曲，其中1首阁是老师创作的台语歌《大正囡仔爱唱歌》。歌词里面讲到，阮是大正囡仔，阮住伫大正葡萄的故乡，我们来自 Formosa，We from Taiwan。我们一直把这些告诉国外，我们是台湾人，这就是我们的音乐，这样子。大传国小合唱团过去就定定伫全国学生音乐比赛得奖，合唱团嘛表示，透过安尼的交流，互国外听到来自台湾的歌声，囡仔嘛会当开眼界，见识国外合唱团的歌唱技巧。记者杨淑晴，中华报道。